南腔发音。我甲人讲啊，我咱家壁哈新搬来迄家口吼，真的是阿垃圾咧！一搬来哈，我咱个厝啊就一大堆去狗血啊、甲纸，这阵哈连螺蛳粉有啊，真是惊死人哦，啊！安尼款哦，你有甲人讲一下无？叫人甲照顾个厝内的清气吗？若无我逐工看到啥物螺丝啦、个甲纸啦，看到都食不落。是啦，哦，原来如此啦，难怪最近看到吼四季本安尼垃圾。来，这几支，比方啊，13日头早伫外口吼，听到你人讲啥物螺丝，啥物来的螺丝？螺丝都唔知啊？啊，Mickey Mouse 知无？螺丝就是地骨，地骨就是老鼠，啊老鼠就是会偷食物件的螺丝。咱福建人讲螺丝，但是北马的人吼无讲螺丝的，伊人叫鸟鼠。哦，是咯，我人的螺丝咧，就是你人的鸟鼠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鸟鼠咧就是螺丝。哎呀，我头早咧了解讲你哪爱攞啥物物件食啦。哎呦，我嘛是有讲哦，咱个鸟鼠啊，是安尼款鸟鼠。鸟什么鸟啦？问咱有巴肚枵无？啊，我较咱要去拍福建。啊，我爱炒粿条。炒螺蛳粉。螺蛳粉。螺蛳粉，哎呀，13姨啊，头早咧讲咧食物螺蛳粉啊。对啊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想袂开啊？爱自杀啦？哎呀，卖啦。螺蛳粉，这个螺蛳粉呢，表姐讲的，迄个袂使食，食死人的。我人爸女爱讲的螺蛳粉呢，是会使食的，是真好食的。但是呢，北马的人无讲螺蛳粉的哦，伊人讲的是米大目。吼，讲到这个米大目哦，你若晓煮吼，会晓炒，真香，真好食的哦。你若有兴趣，会使试看卖哦。哎呦，我人讲的这个螺蛳粉呢，就是你讲的米大目。知。分清楚，明白了吼。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安尼吼，人食的螺蛳粉，互13姨食；螺丝食的螺蛳粉呢，互表姐食。好笑咩？最后我是你表姐咧。表姐嘛，表姐袂使食螺蛳粉咩？好啦，唔通讲啊，去拍吧。我去拍包福建面螺蛳粉。哎，我食平安蛋的啦，紧啊！来食。表姐唔通食，较等来食螺蛳粉